大家好，我係 Kevin 啊，核電股大爆發喎，到底追唔追得過呢？今日用1分鐘同大家去拆解下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啱啱就簽咗行政令，加速核電站嘅建設，目標喺2030年之前起10座大型嘅核電站，2025年之前就將核電產能要提升4倍咁話。美股相關股份當然就勁升啦，其中 SMR 創歷史新高啊 ，OKLO 都升超過1成 ，OKLO 都有自身嘅好消息，啱啱同韓國水電核能簽咗合作備忘錄，雙方會一齊開發第4代嘅小型模組反應堆技術。港股嘅核能股都跟住炒起啊，中核國際一度升超過1成3，中廣核礦業都曾經升近1成啊！我認為咁多嘅利好消息就應該未消化晒啦，我估短線核電股應該都仲有上升嘅空間，但始終特朗普嘅消息變化多端，大家入場轉身就要快啦！大家又點樣睇呢？會唔會考慮入場啊？歡迎留言討論，記得下載 Acast 再加入媽媽大風扇群組成為我嘅盟友，咁就可以隨時隨地睇到我嘅心水股份啦！